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大港节的第二主日，所以牧师也要透过圣经中间的人物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。这题目就是拒绝耶稣的人。那么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我应感谢你的恩典。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语来成就阮生命的帮助。主啊，在你的话语中间有记载真济人物，我们透过这人物的性格、因的性情甲因所做来学习。因有无好的所在，有软弱的所在，求主帮助阮也提醒，阮本身感受相关的软弱，来更新改变。如果因有好的所在，阮恳求主，你互阮用较无的心来学习因，来成做你所欢喜的人。主啊，这个时刻阮要静静来听候，求你对阮讲话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最近因为接近圣诞节，所以四围拢充满了圣诞节的气氛，包含咱的教会。也包含一般世俗人，伊嘛咧过圣诞节。但是咱伫圣诞节中间，咱所看到这装饰、这布置，常常拢将，特别是伫外面世俗的布置，拢会将耶稣基督摆脱。咱看圣诞老人来取代耶稣，有真侪圣诞树来取代耶稣基督的美座。所以咱来理解如果咱来将耶稣基督摆伫伫圣诞节以外，就是拒绝耶稣基督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，安尼讲，讲到伫世间，上帝借着伊来创造世界，但是世间人竟然毋捌伊，伊来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却无要接受伊。所以咱理解，毋是咱这个世代的人咧拒绝耶稣，其实对耶稣基督降世的迄个时刻，都有真侪人，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误解，甚至是无要接受，透过安尼来拒绝伊。所以咱今日要透过圣经中间所记载这的人来学习，来改变。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四种无共款的人。因拢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，咱透过安尼来学习。第一种人因就是祭司长甲文士。但是迄个时阵，祭司长甲文士因拢变成做一种形式主义。虽然因是宗教领袖，但是因将宗教化作一种形式。咱来理解当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找犹太人的王。希律马上就调这祭司头甲文士来到伊的面前，对伊问讲：基督要降生伫倒位？伊马上回答标准的答案，就是伫犹太的伯利恒。所以因拢真清楚，为什么因会遐尼清楚？咱来理解就讲，这祭司头因是对以色列人中间分别出来，因主要的工作是专心伫会幕、伫圣殿内底去侍奉上帝。当百姓来献祭的时阵，因帮助百姓献祭，来举办这个宗教礼仪，嘛有伫圣殿中间，轮班来唱诗歌，所以因是料理圣殿一切事工的侍奉的这个人。所以那今仔日来讲就是牧师啦，甲这圣歌队的这叫做祭司头另外文书就是律法师甲经学教师，因是专门咧研究摩西律法、解说律法、教示圣经，所以因有受真侪只文图，甚至因伫社会中间受真尊重。百姓中间若有纷争的时阵因会甚至会当参与审判等等这工作。所以咱无论是祭司头，也是文书经学教师，因拢是当时阵社会中间真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。所以照你这个人因既然专心去研究圣经，关心信仰的代志，
应该是对圣经中间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因是非常清楚。照理讲是非常较无的，因为特别是犹太人，因长期伫异族的统治下面，因迄个心中迄个较无弥赛亚，期待弥赛亚的来临，因应该是真特别关心。但是咱看见圣经中间的记载却毋是安尼，因原本的应该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主角哦，但是咱看见变做配角。因出来讲耶稣基督的降生伫犹太伯利恒，讲了，因就无因的戏啊，就结束啊，因就消失伫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人因伫因国家发生这么重要的宗教大事，基督降生啊，原本的是应该爱去关心，应该爱去注意，但是因一点仔无关心，因研读圣经知影答案。但是却一点仔嘛无关心真理，无要去追求真理，无要去实践真理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来透过安尼来反省，咱敢会有时阵亲像这个文书甲这石头，读圣经知影答案，但是却一点仔无关心真理。今日有真济教会的信徒就是安尼，圣经考试可能考100分。但是实践真理却无及格，信仰变成做形式主义。礼拜讲有来礼拜就好，人有坐伫遮就好。牧师的道理，牧师讲道，听听就好。这信仰的真理，听听就好，无愿意实践。这实在是真可惜。信仰的道路，敢亲像行一半就放弃啊！咱来理解，咱的信仰是大有气力的。会当改变人的生命的信仰，甚至会当改变你的家庭，改变这个社会，改变咱的国家。咱的信仰有遐尼大的关联，但是咱竟然介像是清清菜菜，所以咱应该爱更新咱的信仰，互咱的信仰来活泼起来，互信仰影响整个的生命。咱唔当干那应该爱认真研读圣经。而且爱将所领受的来实践出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教会中间有举办真济活动，其实是咧激励大家爱定心去思考咱的信仰。譬如讲，咱拜六咱有举办一个福音大会，福音大会咱有请一个请人来见证，伊咧见证讲上帝安怎去影响伊的生命。我拄则讲过，咱的信仰是遐尼力量遐尼大。会当改变人的生命，所以咱透过别人的见证，咱嘛会当得到激励。我嘛要互信仰来影响我的生命。咱后礼拜日，咱邀请肖水卡牧师，伊要来分享，伊安怎带领一群兄弟姊妹，大家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来用教会的力量来改变整个的社区。所以咱的信仰有遐尼大的关联，咱特别。爱时常去更新，互信仰活泼起来，互信仰来影响咱本身以及咱所接触的每一个人，这是咱应该爱来学习的。第二个人物叫做希律，希律是代表罗马皇帝，伊做这个犹太人分封的王，伊是做犹太人的王，伊是管辖巴勒斯坦的所在。伊治理巴勒斯坦33党，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伊伫治理顶面其实伊是真简单的，因为伊用伊的计划，互巴勒斯坦焕然一新，伊伫伊的巴勒斯坦遮起造真侪遮真重要的建筑物，甚至伊重新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伊促进商业甲贸易的繁荣。所以，伊真得到这罗马皇帝的信任，但是伊个性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缺陷，就是伊对别人真够怀疑啊。特别是伊真烦恼，有人要来夺走伊做犹太人王的这个王位。所以伫历史中间咱会看到大希律伊有娶5个某，生7个囝。
伊有7个囝，咱继承伊的王位吼，但是伊时常烦恼讲，伊还未死之前就叫伊囝取代吼，所以伊家己亲手杀死3个囝，所以伊是一个真高怨妒吼，真惊别人抢夺走伊的王位的人。所以当伊听东方的博士讲，迄生落来做犹太人的王伫倒了，伊心中就开始烦恼，所以伊就下令屠杀所有生伫伯利恒附近2岁以内的这查某囡仔，因为伊惊伊的王位向夺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对希律学啥物货？其实吼，咱每一个人有时阵会变做希律王啊，因为咱常常吼，拢想要家己做王啊。咱常常想要家己做王，咱拒绝耶稣基督来掌管咱的性命。有真侪人伫平顺的时阵吼，心肝就对耶稣讲吼，主要说我即摆真好吼，所以你暂时莫来管我。我若有问题的时，我较找你就好。所以我就安尼，互我舒适安尼过我的生活。你莫来干扰我的生活。你莫阁叫我爱服侍，莫叫我爱做啥物代志。我拄着困难，较去找你就好。咱想要家己做主，想要家己做王，咱想要管家己。所以咱惊耶稣基督来干扰咱的生命。咱惊讲圣经的道理，咱阁爱去实行，爱付出真济。费力较劳苦，所以咱讲主要说，我需要的时阵，我较找你就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理解，主要说为什么要来世间？这是因为咱受到罪恶的捆绑，所以咱爱家己做，管家己，家己做王。安尼，咱受这个罪恶的捆绑直到咱一日一日去沉沦去坠落。所以咱来欢迎主耶稣基督来到咱的心中，互咱对咱家己的需要中间会通得到讨放，咱的生命才会通得到真真正正的自由。所以咱对希律王，咱来反省咱家己，咱应该更较谦卑，欢迎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来掌管咱。第三个拒绝耶稣的人是啥物人？是这个客店的头家。咱来看路加福音书。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。当时阵，罗马皇帝命令全国爱做户口的普查，因为约瑟是代表的户的，所以必须要对拿撒勒来到代表的城伯利恒，来接受户口普查。因对这个拿撒勒甲伊玛利亚两个人，迄个时阵玛利亚已经有心，所以因安尼千里迢迢赶来这个伯利恒的时阵，可能天已经暗啊。这时阵伯利恒已经可能拢充满真济这外地来的人。圣经中间讲因连找一个客店嘛无。咱路加福音书记载，这客店的主人因拒绝耶稣一家人。我想咧想若迄暗，毋是约瑟甲玛利亚来。是一个大官，还是罗马的军官，还是一个好野人来？这个客店的头家看找嘛，会找一个所在互伊住。但是约瑟夫妇却被拒绝。耶稣基督他出世，就被逼爱藏伫马槽内底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客店的头家因为漠视人的需要，失去接待耶稣的机会。伫今仔日，咱来透过伊来反省，咱敢是亲像安尼？伫圣诞的节期中间，咱真欢喜、真快乐，咱参加暗会、参加真济庆典，咱去忽略遐真真正正需要的人。咱应该爱反省家己，咱敢是无看遐世间的弱势的需要？咱来注意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譬喻中间，伫马太福音书第25章有记载，当审判的时刻，上帝要亲像牧者咧分好人甲歹人，同款分公羊甲绵羊同款，将人分做好人甲歹人。上帝要对义的人安尼讲，伊讲：我枵你互我食，喙焦你互我啉。
我流落异乡，你收留我；我赤身裸体，你互我穿；我破病，你照顾我；我在家，你来探访我。这义人要讲，主啊，我从来唔爱做过这个代志。主耶稣基督讲，我实实甲恁讲，既然你为着我军队我的中间一个上界微细的人做的，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唔通用咱的蔑视，无注意到遐需要的人。咱伫圣诞节期的中间，咱更加应该爱去关怀遐真正需要的人。我看去英语牧区有一寡兄弟姊妹，因伫冬天的时阵，圣诞节期的时阵来募集这个冬天的衫，然后送去予真正需要的人。这是圣诞节期咱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咱唔通将咱的节期放伫欢喜快乐那尔，咱应该爱去关心真正需要的人。最后一点，牧师要分享的，拒绝耶稣基督的人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大家一定感觉奇怪，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甲伊的学生也会真做拒绝伊的人？是因为因用误解来拒绝耶稣。因虽然对耶稣真尊重，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是救世主，但是因对这个弥赛亚甲救世主其实是误解。伫这礼拜的查经班中间，牧师有分享到，因为犹太人伫迄个时期的犹太人长期以来受到异族的统治，所以因实在是真艰苦。所以因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渴望，讲上帝会兴起一个救世主，会当推翻当时统治因的罗马政府，互因会当恢复家己的荣光甲尊贵。所以因足期待有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带领因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。所以当耶稣出来，因发现耶稣有能力，因想讲耶稣就是上帝要兴起迄个政治上的弥赛亚。因心中嘛咧想讲，我若军队这个弥赛亚，将来伊若做王的时阵，我会当做宰相，我会当做一官半职，会当得到。所以因军队耶稣，但是无想到耶稣竟然被掠、受苦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款的误解一直到耶稣基督去活了，因才得到定清，因才真实明白，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伊是要来掌管人的心。只有人的心的变化，这世间才能真正得到救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误解耶稣无？今仔有人将耶稣当作是有求必应的一般生命，讲咱对耶稣求什么，伊就给我。其实这是对耶稣基督的误解，误解就是拒绝耶稣基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理解，在这个时期，咱更加应该爱较无去追求，更加应该明白这个真正要成做你的救主的主耶稣基督。咱若对有清楚明白，咱才能得到真实的接纳。圣经中间，咱对耶稣读的第二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讲：既然接受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，伊就享受因得权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。耶稣基督来，就是要互咱的罪得到讨放，重新甲上帝结连，互上帝甲咱过好，咱才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望咱对耶稣基督会当有这款真实清楚的明白，咱接纳伊，成做咱生命的救主，欢迎伊进入咱的生命来掌管做主，做咱的王。伫圣诞节期的中间，咱常常会用真侪无同款的方式去庆祝，但是牧师真实望大家，咱用悔罪的心，欢迎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咱的心中，用敬虔的心来听候，来追求主耶稣基督。我捌听过一个有关圣诞节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安尼讲讲伫圣诞节的时阵，有一间教会因真认真咧来备办圣诞节的庆典，所以因就叫儿童助理二开始来搬这圣诞节的节为着要庆祝圣诞节。但是因咧排演的过程中间老师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伫这个
这囡仔吼要表演吼，其实真困难控制嘛。有诶囡仔真细汉，毋知要安怎演吼。当然有诶较成熟，所以老师就安排因表演吼适当诶角色吼。那较到表演诶，就互因演迄个故事中间诶主角，需要较侪台词，需要较侪表演诶吼。所以就互因演，比如讲演约瑟甲玛利亚吼，这需要较侪台词诶吼。若袂晓演诶吼，上细汉诶，就叫因演遐个羊仔啦吼，迄羊仔根本都毋免讲话，就伫遐说来说去就会使吼。其中有一个吼，一个囡仔吼，伊反应较慢吼，平时嘛无啥咧讲话，老师嘛毋知要安排啥，到尾想想讲安尼好啊，互你演迄个客店诶头家，吼，客店诶头家足简单嘛吼，只要约瑟玛利亚起来弄门诶时阵，拍开门来讲无，阮遮无吼，无所在，门关起来就会使啊，吼，甚至都毋免讲你拍开看了，吼，就来门关起来就会使啊，所以互大家就排练真久，状况足侪就对了吼。一直到迄天要演的时阵吼，大家拢顺序安尼装塔好势，开始来演吼。头前拢演了真好势哦，结果演到即个约瑟甲玛利亚吼，约瑟带即个大巴肚的玛利亚要去迄个客店拍门的时阵吼，一弄门了，即个客店的头家门开去吼，煞拢无讲话啦吼，约瑟就讲。约瑟反应较紧啦，来讲恁遮敢是无所在，互阮住吼？迄个嘛无要讲话，讲你若无所在，我要走啊吼。结果迄个囡仔门拢来拍开，讲有啦，我遮有所在。因为吼，迄个时阵，迄个玛利亚是来演了上过真啦，吼，说我要做这下就要写出来啊。迄个客店的头，迄个囡仔看到讲，我遐尼可怜吼，拍开门讲，阮遮有所在吼。煞大家煞毋知要安怎演落呀！即个囡仔的妈妈吼做歹势，拢走去抱迄个囡仔吼，要来抱走啦吼。我做歹势，囡仔一边向抱，一边走的时候，讲有咧，我遮有所在，你莫带。吼，即个结论到遮拢结束吼。大家就四散转去吼。但是大家转去的路上吼，大家拢咧想一个问题：今日若主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阵，约瑟甲玛利亚来领导拍门的时阵，伊会讲我遮无位，请你转去，还是拍开门，亲像即个囡仔相款，讲欢迎你来，我遮有位，请你降生伫我的心中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嘛是相款，咱咧庆祝圣诞的时刻。今日主耶稣基督就是要降生伫咱的心中，你是要对摇头摇手讲，卖你莫来，就是要拍开你的心门，让耶稣基督带入你的心中，欢迎伊来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将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赏赐予阮，赐下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伫这大共的节期中间去反省阮的心。阮敢是用任何的理由，用一寡阮家己所想出来的理由来拒绝主耶稣基督降生伫阮心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阮愿意悔改认罪，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。欢迎主耶稣降临伫阮心中，来掌管罪主。恳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